手机的荧幕怎么变成是水族箱的鱼在跑啊？这叫动态照片，动态照片。按一下水族箱，又水族箱的设定桌布，有没有？按设定桌布按下去，它就会手机的画面就会出现这个水族箱的这个图了。按右下角到三角形，就向左的三角形推到前一个操作程式。也可以天官赐福呢，你看右上角右边上面那个天官赐福，你看天官赐福，你按一下设定桌布打勾，把它按一下，它就跑到桌面去了。也可以这个，你看哦，外星的图，星云图，你看就是按桌布了，就是按桌布让它进来了。也可以选图片库的图片，也可以望远镜拍的，也可以桌布，就是还是进入找照片的，也可以按 Google 相簿呢。那庙会的可以的，那中间两个好像没有文字也没有图案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抖音影片的造成的动态照片。你看这银霞老师的影片哦，那个变成了动态照片来的。按一下设定桌布，主画面选主画面，还可以锁定哦。你看手机的萤幕画面就变成这样了。你看动态的影片了，动态照片。那如果要退回去要怎么退？选你知道上次的照片，上次的画面是这个外星图，让它退出来，你看就像刚原来的